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5月28號嘅新聞短平快節目，我係主持人 Linda。星期二 ，Politico 披露，美國國務院一份由國務卿馬可·盧比奧簽署嘅電報顯示，川普政府已經下令駐外使館同領事館暫停所有新嘅學生同交流訪問者簽證面談。政府正考慮推出新政策，要求所有外國學生申請人提供社交媒體賬戶俾政府審查。呢項措施如果落實，將會拖慢國際學生簽證流程。2024財政年度，呢類簽證發出超過40萬份，呢個政策可能會嚴重影響依賴國際學生學費嘅大學。電報指，暫停面談係為咗準備擴大全面社交媒體篩查同審查。移民局喺3月已經啟動擴大社交媒體審查嘅計劃，話可以提升國家安全。新措施將擴展至每年大約250萬名潛在移民。國務院將喺面談過程中執行具體審查工作。外界憂慮呢項政策會加劇對高等教育同合法移民制度嘅衝擊。根據美聯社報道，川普政府一名高級官員星期二表示，政府正要求聯邦機構取消與哈佛大學簽署總值約1億美元嘅合同，進一步加劇總統與美國歷史最悠久、最富有嘅大學之間嘅對抗。早前，聯邦政府已經取消向呢間常春藤名校提供嘅超過26億美元聯邦研究撥款。哈佛則反對政府向大學提出多項政策改革要求。一封來自聯邦總務管理局嘅信函草稿指示各聯邦機構審查同哈佛簽署嘅合同，並尋找替代承包商。該官員透露，政府計劃喺星期二正式發出該信版本。由於內容涉及內部資訊，該官員要求匿名。紐約時報最早報道咗呢封信存在。川普一直猛烈抨擊哈佛，話佢係自由派同反猶主義嘅溫床。哈佛大學喺4月21日提起訴訟，反對政府要求更換校方領導層、調整治理架構同招生政策。自此之後，政府削減咗對哈佛嘅聯邦資助，着手終止其招收國際學生資格，仲威脅要取消其免稅地位。據另一位未獲授權公開發言嘅政府官員透露，政府已經確定要審查取消嘅大約30份合同，涉及9個聯邦機構，合同總值約為1億美元，其中包括為國土安全部官員提供嘅高層培訓，涉及能量飲品健康影響嘅研究項目，以及由哈佛研究生參與嘅科研服務合同。政府新政策係，如果相關機構認為某啲合同屬於關鍵項目，就唔會即時叫停，但必須制定計劃，轉由非哈佛承包商承接。今次命令只適用於聯邦機構與哈佛嘅合同，唔涉及機構目前進行中嘅其他研究撥款。美聯社另一篇報道解釋咗川普政府阻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所引發嘅一啲問題。上星期，政府要求哈佛目前就讀嘅數千名國際學生必須轉校，否則就會失去喺美國嘅合法身份。之後，哈佛喺星期5凌晨提出訴訟，一位聯邦法官當日發出臨時限制令，為川普政府嘅決定按下暫停鍵，暫時保障哈佛可以繼續招收同保留國際學生。下一場聽證會預計本周舉行。哈佛目前約有7000名國際學生，主要集中喺研究生課程。若最終訴訟哈佛敗訴，呢啲學生可能要轉校或離境。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喺信中指控哈佛未有按照要求完整提供國際學生資料，並指責其縱容反猶、支持哈馬斯、推行種族主義式多元、公平同包容政策，構成對猶太學生唔安全嘅校園環境。美國政府有權決定外籍人士能否入境。國土安全部掌控學生與交流訪問者計劃，只有經認證嘅學校先可以發出國際學生簽證所需文件。上星期四，國土安全部宣布取消哈佛參與該計劃嘅資格。哈佛目前就讀嘅國際學生可以順利完成2025屆畢業。諾姆表示，有關限制將於2025至2026學年生效。如果法院支持政府決定，尚未完成學業嘅國際學生必須轉校，否則將被迫離境。哈佛全校有26%學生係海外學生，當中甘乃迪政府學院有49%為國際生，商學院1/3係外國學生，法學院比較法碩士課程更加有94%為國際生。除非哈佛勝訴或政府讓步，已被錄取嘅國際學生將無法喺秋季入學。
政府早前要求哈佛喺72小時內提交國際學生紀律記錄、抗議活動影片等資料，作為恢復資格嘅前提。哈佛表示已提交成千上萬條數據，但政府仍然話唔足夠。哈佛為部分國際學生提供獎學金。哈佛提供基於經濟需要嘅資助，適用於所有學生，包括國際生。唔同於大部分美國高校，哈佛錄取國際學生時唔會考慮申請人支付能力。根據福克斯新聞報道，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 聯同科羅拉多3間公共電台起訴川普政府，指控其行政命令非法試圖切斷對 NPR 同 PBS 嘅聯邦資助。川普喺本月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機構終止對公共媒體嘅資助，理由係 NPR 偏頗、不準確、不公正。川普之前多次公開批評 NPR 係左翼宣傳。NPR 首席執行官加芙蓮馬克喺聲明中強調，呢項命令嚴重侵犯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同結社自由，係一種帶有政治報復成分嘅意識形態打壓。佢指出，公共媒體服務全美數千萬民眾，係根據1967年公共廣播法建立，唔應該受到政府干預。訴狀亦強調，公共廣播提供高質素、獨立嘅教育同新聞內容，係美國民主制度嘅重要一環。起訴對象包括白宮預算局局長、財政部長、國家藝術基金會主席以及總統川普本人。訴訟要求法院裁定行政命令違憲，並要求政府賠償訴訟費用。白宮暫未回應。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喺2025年5月26號喺柏林舉行嘅德國公共廣播公司論壇上宣布，德國、英國、法國同美國已經取消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嘅射程限制。呢個決定即係話，烏克蘭而家可以用西方提供嘅遠程導彈攻擊俄羅斯境內嘅軍事目標。梅爾茨喺論壇上表示，我哋提供俾烏克蘭嘅武器而家冇射程限制，唔論係英國、法國、我哋德國定係美國。佢補充話，呢即係烏克蘭而家可以透過攻擊俄羅斯嘅軍事目標嚟保衛自己。克里姆林宮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指呢個決定非常危險，可能導致衝突進一步升級。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西方國家呢個決定可能早就已經作出，只係而家先公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對西方國家表示感謝，強調烏克蘭會繼續努力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完整。佢亦呼籲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實施更嚴厲制裁，迫使其停止侵略。呢項政策轉變標誌住西方對烏克蘭支持升級，係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城市同基建持續攻擊。此前西方對烏克蘭使用所提供武器有射程限制，唔准用來打俄羅斯境內目標。烏克蘭而家可以用英國嘅風暴陰影導彈同法國 Scalp 導彈攻擊俄羅斯境內關鍵軍事設施，提升烏克蘭防禦力，亦可能迫使俄羅斯重新考慮其軍事策略。但同時，呢個決定亦引發對衝突升級嘅憂慮。俄羅斯早前曾警告，一旦本土遭攻擊，可能考慮包括使用核武喺內嘅對稱回應。西方國家對此表示關注，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勢失控。2025年5月27號，英格蘭利物浦市中心發生一宗嚴重踩踏車禍，一輛灰色多用途車喺英超冠軍慶祝巡遊尾聲，衝入人群，導致27人送院，包括小朋友。另外仲有20人喺現場接受治療。目前仍有4人情況危殆，命懸一線。警方初步認定事件係孤立事故，排除恐襲動機，但未有解釋點解肇事司機可以進入封閉區域。事發時，大約有100萬人參加利物浦隊嘅英超冠軍巡遊，街道已經封閉。多段片段顯示，肇事車輛高速衝入人群，撞飛多名球迷，仲將數人捲入車底，引起現場一片混亂。車停低之後，大量激動球迷圍攻車輛，警方努力維持秩序，保護司機安全。警方隨即發布消息，表示已經拘捕一名53歲白人英國男子，試圖平息社交媒體上關於恐襲嘅揣測。市長羅瑟勒姆表示，迅速報出肇事者身份係為咗防止仇恨言論同錯誤資訊蔓延。目擊者稱，司機可能因誤闖人群而驚慌失控，曾經倒車再加速前衝。英國首相斯塔默對事件表示震驚，話原本歡欣鼓舞嘅場面，
一下子變成極度恐怖同災難。事件發生喺春季銀行假期，利物浦球迷原本打算補償疫情期間無法慶祝嘅遺憾，結果釀成悲劇。警方已展開全面調查，事件引發對大型活動安全管控嘅關注。拼多多控股公布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淨利潤同比暴跌47%，至147.4億元人民幣，約20.5億美元，遠低過市場預期。受消息影響，公司喺美股交易時段股價一度急挫超過17%。財報顯示，公司當季收入為956.7億元人民幣，低過市場預測嘅1025.1億元。分析認為，利潤下滑主因包括國內市場競爭激烈、消費疲弱，仲有國際業務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拼多多旗下國際平台 Temu 要透過低價加本地履約策略試圖穩定全球市場，但美國關稅打擊海外利潤，而促銷同廣告開支又推高咗成本。喺中國電商市場方面，阿里巴巴、拼多多同京東三大平台正爭奪市場份額，掀起長期價格戰，期望刺激消費者開錢包。阿里巴巴季度收入同樣未達預期，反而京東受惠於政府換新補貼政策，特別係家電同電子產品等優勢品類上表現超預期。同時，美中之間你來我往嘅加徵關稅同臨時90日寬限措施，令拼多多旗下 Temu 要面對更大不確定性。以上就係今日新聞短平快嘅全部內容，唔該晒大家收睇，聽日再見。